6月底推出的交通记点制度，是互真侪职业驾驶跳出来抗议，讲若准因的驾照去互偷掉咧，就会碍着因来做生理。昨这交通部甲驾驶的工会有3项共识，伫咧黄线临时停车的这个所在，也未画好进前是暂时未记点的。也毋过，即马所有游览车业者认为讲，其实这对台湾的交通无啥帮助。 规条车路拢是红线，计程车载客，敢能暂时停一下。毋过现在上路扣点伤过济，可能会被吊扣驾照2个月。进行驾驶相关工会上街路抗议了后，甲交通部伫7日先达到初步共识，包含道路画设一定比例黄线，画设黄线无完成进前暂缓实施记点制度，甲检举违规，爱记证有影响行车安全。 传出记证需要3分钟的影片，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否认。没有这回事哈，台湾基准里面有一条哈，就是如果这个临时停车，如果这个不影响到交通秩序跟车流，是可以先劝导为止。黄线还没有画设完全之前呢，针对这些临停的这些案件，不予以记点。 交通部会甲会份业者讨论，而且甲内政部甲警政署这单位确认了后，才会正式对外公告。不过，有游览车业者认为，台湾整体交通环境并无伤过大改变，未来问题依然也真多。初步达成的共识，看起来只是缓兵之计，头疼医头，脚疼医脚。大家的不满他只是用缓兵之计在对应而已，并没有真正的有办法去解决他们自己制造的问题。这样很好啊，双方都可以找到平衡点。停车位甲黄线报告不只是职业驾驶才会拄到的问题，交通部释出善意，为加严的限制做出缓冲，原则上是以劝导为主。不过，是毋是有实际解决台湾过路人甲驾驶交通困境，依然是一个问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